对七国之车歌手比赛出道的歌手杨新华，2天来已经出2张唱片，深深受到歌迷喜爱。南宁农产国际行销公司也看好着杨新华的吸引力，要邀请伊来担任明年山野行销的代言人，协助台湾将更加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国际。出身台南市的将军区歌手杨新华，因为热爱唱歌，伫咧伊40外岁时阵才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后来被唱片公司发现来出唱片，出道2天来已经出过2张的唱片，作品阁入选着三立电视台连续剧的主题曲，无论是画幕或者是歌艺，拢深深受到歌迷喜爱。南明农产知影台南在地有这位优秀的歌手以后，就积极来接触，希望会当争取杨新华担任明年行销山野的代言人，帮助台湾优秀的农产品会当行销到国际。我们这次主要请杨新华 Uncle 女王歌星来帮我们代言主要是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歌星在，等于是首创了当然是要增加一些曝光度了让我们农业的产品让国际性或者全台湾的那个百姓都知道我们的产品顺便增加一些知名度来创造农民一些更高的价值。今日就有机会安尼来到这替咱若有机会会当替着咱的农渔业的产品来代言会当真正是尽我一份小小的力量啦。因为我们爸爸妈妈拢是务农，对，所以咱知影做农的艰苦，所以呢咱这农民必须要产品更加更较有价值，所以爱得由着咱这公司外销公司呢来创造了更高的价值。南明农产国际行销公司总经理李伟雄表示，杨新华就亲像台南的查某囝，非常适合代言台南的农产品。同时，李伟雄也身兼着全国农业金库董事，对着提拔后进更是专心全力。未来也将会提供青年农民回乡耕作的创业基金，号召农业主题回乡为农产品来打拼。台南新闻专中采访报道。BB 宽屏夏季最猛的优惠来喽！一次给您4重享受。第1重光纤上网100M，第2重 BBTV 数位高画质频道，新生办还送您东森购物金及国内1日游。办宽屏就是要选择 CP 值最高的 BB 宽屏，100M 只要550元，快打电话找 BB。